欢迎收看8月13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副总统赖清德从巴拉圭今透早已经到纽约 ，AIT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甲咱的驻美大使萧美琴拢去接机。基隆大武仑甲条景公园10年以来已经50个人渡水死亡，对这时爱封一礼拜重新归归，有学者建议加菜警告政府。代替新自强核武断枪喷擦乌玫瑰已经报警调查，那超工损害铁路设备者，上重会当判7年。来看到副总统赖清德带团访问巴拉圭，今透早已经先到纽约 ，AIT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甲咱的驻美大使萧美琴拢去接机，将近300名的侨胞嘛守伫咧饭店外口咧等。讲到这届有影是真罕见，因为无搁看到中国人来抗议。侨胞热情欢迎副总统赖清德到巴拉圭访问。纽约12暗时住伫乐天皇宫酒店，纽约警方瓦谢路将维护治安，大桥差不多300人到场迎接，甚至出动电视墙甲电锯，不少人真远所在赶来。找所有的交通跟住宿的，都是自己负责。You know, my dad's from Taiwan. I was born American, but definitely important to see democracy, freedom, and that's what I came to support. 这届过境美国赖清德的行程无啥公开，县内协员会也表示无希望失去主题焦点。无讲选举76，半导体女王苏姿丰的爸爸苏春怀嘛出来支持。本身呢，我们就比较低调一点，我们按照我们的这种步调来进行这个选举的助选。中国不满赖清德过境，本来想讲会亲像顶一届蔡总统到纽约的时阵，中国党员行路港来抗议，不过好亲像情况无好，颠倒是有中国民众来挺台湾，反对中国侵台。反对大陆武统台湾，我们非常反对，所以我们勇敢地站在这里。很少有人有勇气站在这里，公开地支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前飞机迎接 AIT 主席罗森伯格亲身伫文中表示，因为小妹结婚无法度到纽约，由执行理事拿英代表罗森伯格一定会甲赖清德伫旧金山会面，13中昼有交宴，也一定会甲台湾青年举行座谈交流想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国民党的侯友宜，今日是去到高雄造势，甲王金平食一个早顿会，才煞落去参加挺侯的团结大会。其中向问到讲过算过，无就会向甲你变变，这个话敢是咧口舌过大名？侯友宜是直接批评，讲这分明就是民进党挑工要甲做恶的后部。全来打！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全来打！全来打！全来打！合体化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3早起到高雄市东部，加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当届国民立委参选人早餐会，先后出席伫高雄的头一场造势。高雄挺侯团结大会来由南部选情，被问到变讲，侯友宜讲民进党用3股奥波来抹黑造谣。最主要我在讲过去，我是用性命来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民进党真正拢选举后部，抹黑造谣不断。侯友宜更加批评台南800庆案是因为光电的备案，那当选一定要把光电的备案一件一件查清楚。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12暗时伫 YouTube 发布影片，号召全民打击诈骗。伊批评县政府甲特别有算常态化，达到收支平衡的假象。他把支出切一大块挪去特别预算，然后特别预算不算预算，这样就收入比支出多了，所以去年就给每个人发给你6000块，所以这就是作假账。另外，民进党民意代表批评，伫做台北市长期间为着经济，选用教育基金、一运重地基金。郭文铁讲，是因为银行的利息较悬，一运基金的利息较低，中间有利息差。不过对台北市政府来讲，本来是欠银行，就是欠重地基金，所以讲重地基金并无减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夏热期间，未少民众拢真爱去海边耍水。不过，伫基隆的大武仑，昨就连续3件渡水的意外。统计过去10年以来，伫大武仑甲条景公园，都已经夺走50个人性命。市长谢国良今日去现场会勘，讲这2个所在对即时开始，拢爱封1礼拜，重新规划。嘛，或者是建议会当伫沙坡顶悬采一支斜红灯，那红灯就禁止落水。
天气袂歹，暗过家人大武仑沙埔边啊刷油封锁线，这是因为伫遮12至少有发生3件雨水都市的事件，规工算落来有3个人死亡。没有管理的道伦沙滩，过去10年一共死亡36人；没有管理的潮境公园，10年来死亡19人。在今天之后，我也要关闭潮境公园的潜水，关闭1周。看起来正安全的海边海沙埔所发生危险的代志，有学者是讲，真有可能不是海涌伤大，是离岸流所引起的。浪上来了，又要退回去，后浪压前浪，所以就会有上下挤压的事情，零零碎碎的来。所以呢，它在来的时候呢，中间只要有空隙，所以上来退不回去，它就会走中间出去。中间出去这一下子，我们就叫做离岸流，或者叫离岸的激流。离岸流是海涌中央比起来较平静无影的所在，虽然伊会甲人带离开海岸，毋过袂卷入海底，所以拄到的时阵，会当保持冷静都特别重要。大概只走个50公尺、100公尺就没有力量了。自保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紧张状况的时候，你不要把眼睛闭起来，你眼睛一闭一紧张就乱了。其实根本不深，大型的灯，这个灯呢，红灯就告诉你说绝对禁止下水。专家是讲，拄到离岸流爱保持冷静，往环方向收了后，再到伊倒边正边两边45度的方向往环边收，唔通甲海流硬拼，会消磨伤侪体力。同时，佫建议伫大武仑沙埔设置大型的青阳灯，通知什么时阵禁止落水。市政府是回应，希望1礼拜内会当讨论暂时对安全有帮助、会当施行的方案，譬如旅客收费这方式，才当有更侪经费营运来维护安全，并执行救援任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屏东的恒春，伫咧顶个月底才发生有民众趁风台天，走入去人的落鸭场内底要偷掠落鸭。不想到讲到昨，伫垦丁国家公园内底，就环保人士发现到2只落鸭尸体，落鸭头拢已经互人斩断去，垦管处嘛即时发动调查。经本处派员现场初步研判，有可能系人为刻意宰杀，因此将会会同保区总队第8大队进行侦办。这2只落鸭尸体就倒伫咧草埔内底，落鸭头拢已经无去，不过肉身犹原真完整。垦管处已经派人了解死因，通知警方调查。那确定就是有人偷掠，会照国家公园法罚3千，另外佫可能牵涉到动保法，会当关2年，再罚200万。来看到丰台拄过天狗日，佮开始咧行。中华关岛嘛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是一个伫云林种笋仔的农民去挖到。桃园岛嘛同款标出头一个，今仔伫咧台南市，今仔是1下就增加30个。有专家就建议，尤其即阵大雨拄落过，水沟、大排、花草盆啊等等的，拢爱顺顺看看咧。有积水，拢爱随倒掉，避免疫情搁再摊开。环保局另外赶紧来喷药啊，全力围堵天狗日的前，中华关昨日暗时接到卫福部的通知，讲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日的个案，是一个种笋仔的人，研判感染源来自云林。经卫生局已经完成调查，执行员清除的防治工作，呼吁民众若有疑似症状，爱赶紧叫医生看。个案为云林县古坑乡荷包村笋农，潜伏期间有该地的活动史。经研判感染地为云林县，协调环保局及乡镇公所启动第一波的化学防治喷药。台南市的天狗日疫情依然是真严重，伫昨日新增加62个病例，创下今年一天内底第2关记录了后，13个增加30例，全市总计已经有1253例。即阵有348间医疗院所提供天狗日快速检查的器械，民众甲游客若需要会适时检查。卫生局也呼吁徛假师傅防范网通的工作，还要使用防蚊液啊，以及家里的门窗、纱窗要修补好啊，避免被蚊虫叮咬。睡觉的时候最好能使用蚊帐啊，那这样子的话保护的效果更好。你用帆布盖着或雨衣盖着这些东西其实它不透水嘛，那它又凹凸不平，那雨水下来就会在里面，那个也都很容易长。天沟、水沟，它自己要去寻。就是像现在登革热流行，其实建议不要储水，然后就是不要去接雨水去省这个水。专家建议，风台大雨过了后，周围有使用帆布甲雨伞盖着的物件，爱有防积水，也佮有水沟啊甲盆栽啊赶紧去顺顺的。
此外，若是有储存雨水的物件，拢应该甲剔掉，避免天高热疫情继续一直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到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因的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伫咧竞选结束了后，当场互人枪杀。即马伊所属的政党宣布，要直接互原本要选副总统的代替来选。今日警方所抓到的6个凶犯，拢是哥伦比亚的人，疑似是甲犯罪集团有牵连。双总警员甲公安部刚入去教堂，准备举行丧礼，现场阁出动真济特警来维安。南美洲国家厄瓜多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进前伫竞选活动结束了后，互枪手枪击死亡。在伊举办伊的丧礼，家属甲支持者拢共目屎相送。伊的家后伫12召开记者会，指控政府爱为伊的死亡负责任。No lo protegieron como debían haberle protegido. El Estado estaba a cargo de la seguridad de Fernando. El Estado es el responsable directo del asesinato de mi esposo Fernando Villavicencio. El Estado tiene que dar todavía muchísimas respuestas de todo lo que pasó. Su custodia personal no cumplió su trabajo. 距离选前投票2早只剩1礼拜，维拉维森修的政党建设运动决定紧急任命36岁环保活动家贡萨雷兹，嘛就是原本的副总统候选人来替换死者，代表政党来参选这届选举。Fernando es irreemplazable para nosotros, para el país, para el futuro de nuestros hijos. Sus luchas las llevamos con nosotros. Mantengamos la paz y la democracia. 厄瓜多总统打算认为，枪击案的目的真明显是为着干涉选举。在候选人死亡了后，厄瓜多警方逮捕6名检官，以涉嫌谋杀罪名关押伫监狱。另外1名检官伫获逮捕之前就受到枪击死亡。暂时调查包括死亡的检官，这7名检官拢是哥伦比亚人，甲犯罪集团有关系。公司新闻台是唐平友。继续来看到夏威夷毛伊岛野火烧真济天啊！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3人，有数百人失踪。比起1960年因为海啸所造成的61个人死亡，更较济，嘛比作是当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天灾。这天开车甲会当关的物资，一个一个放入去仓库清点，佮接咧甲物资堆伫另外一台车顶，准备送入去避难所。夏威夷毛伊岛的野火为当地7月开始拖烧到12日，互大火烧过土地规片乌糟糟，嘛互死伤失踪的人数一直增加。At the beginning, we thought, oh, maybe the gas station was blow up because we can hear like something like, pop. Some people did not even get out from their house, Some people did not even know had a fire because that day is the wind so strong, yeah. So everybody all stay inside the house. 这场森林大火造成岛死伤至少1000栋的建筑毁损，数千人无厝通转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960年夏威夷岛海啸的61个人，是当地历史上上严重的天灾。不过爱数长的时间，甲数十亿的美金，才有可能重建。So I lost everything, my passports, all my stuff, my car, my clothes. I only have, this. 真济居民表示，伫野火发生了后，无听到警报声音，也是收到警报的信息。夏威夷的紧急事务管理部门的记录嘛显示，伫野火发生时阵，当局并无发出警报，最后是透过行动通讯、广播甲电视，还有居民的广播系统，通知居民紧急疏散。暂时距离海纳差不多50公里远的库拉丁的野火，已经有7成得到控制，也毋过其他地区的野火，消防人员搁咧拍火，灾情的死伤人数有可能会继续增加。公司新闻台是唐平友。镜头转来国内，这规台白色色的，就是代替上新型的自强号火车 EMU 3000。按照知影，有一组当休伫咧树林的吊车场，煞无端去人当作坐壁喷漆乌白龟。代替目前已经报警，要查这个人是安怎走入来的。那破坏铁路设备者，案发上当会当判7年，罚1000万。白色车厢的 EMU 3000型列车，车头前喷着艋舺糖样，配着柑仔底红米，后端是浅蓝色泥布。代替员工透早伫树林吊车场，发现停的列车竟然互乱为喷漆，随经由工作群组回报，代替也报警来处理。以毁坏、非法方法等方式危害铁路重要机构设施设备，得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下罚金。现由铁路警察局收集相关事证，积极侦办中。
铁路警察支部台铁员工是在透早4点50分，伫调查场内底发现车辆乱画喷漆，所以会动辖区的警察去采证，因为毁损铁路设备已经违反铁路法，会来追查调看敢是去找人。伊有像那调查场24小时门口拢有人自首，嫌犯是毋是可能伫车站尾站无清车时阵坐车入去调查场也会调查。而真拄好是社群平台也出现一段，一个查甫人以双手伫刹区间车，虽然拄好走跳影片。而铁路警察也调看，敢是去正伫对查中。铁路法虽然有相关规定，可是其实你说细则它并没有定得很明确。是台铁局它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包含性的这些规则去处理，然后真的要开罚，因为如果你不开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会有嚇阻性。台铁产业工会呼吁，对着破坏设备的行为，台铁应该追究责任到底，维护铁路安全，也避免产生模糊的效应。对着黑车行乱喷漆、乱画案件，台铁回应，等台警方修正完成了后，会赶紧来把这喷漆擦掉，恢复列车原貌。对着恢复甲营运的损失，依法追究责任，并且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台铁的新闻，透早铁路局伫咧台南车头做地下化工程，吊车的吊钩啊煞熊熊登去，去焊着月台后边啊。加在这吊车离铁基路也阁有10米远，无阁造成其他的危险，无人受伤。铁路局表示，若查明是外包的吊车有疏失，嘛会照约来讨赔。大兴工具基地工地时间，暗晡早起8点40分，一台吊车进行吊挂作业的时阵，向发生吊手断去，卡到月台东边的护闸，致使护闸受损。后在发生代志的时阵，现场离铁基路也有10公尺，第一时间无人车受伤。45吨的吊车啦，那它安全的在吊它这条是3吨的对高机是 OK 的，因为我们这边吊也都是它可以吊到7、8吨都可以。出代志的是伫台南火车站月台第3股，平时往来沙轮支线列车使用。代志发生了后，台铁赶紧断电，并改伫延康店附近车站调度使用。铁道局是讲，这是台南火车站地下化工程时间，承包厂商的外包厂商吊车，应该是吊车金属老化，会依照规定求偿。就吊车的那个吊臂的金属皮划，因为我们是有要求他们那个机具的部分都要做自动检查了，就每天都要做这种的。他如果这些的检查的部分没有确实，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契约来给他那个罚款。代替台南电的东亚派员进行路线甲电车线的检视，早起11点50分完成检视甲确认，中昼11点51分解除断电封锁，恢复正常通车。后续会要求包商负担复杂的修理，要查清楚到底是安怎吊手会断去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讲，明明都无消费，所以收到信用卡愈5000多块的简讯，结果去甲银行对接才知影是垦丁某一间饭店房间钱的费用。这就讲怪奇，近来也无去甲交管，竟然是饭店唔知怎样，去调伊当瓜以前的订房资料，无处理好势，佮摕来录一改，实在有够喊。银行简讯显示路卡5875块，王小姐真怀疑，卡户银行发现是一笔透过阿国达订垦丁某一个饭店的住宿费，伊并无订房，所以甲饭店纠正是毋是去用透露。即阵讲饭店用于1年外前Booking.com 的订单资讯，佮订一间房间，互王小姐去甲金门楼投诉。他是在 Booking 上面做订房的。我们昨天刚好在这边要把一些我们存放1年以上的这些资料呢，把它做销毁的动作。那刚好我们的实习生和一些工读生把它拿来印刷。饭店解说是员工甲准备消费的资料放伫影印机顶管，实习生想讲是2级纸摕去影印了后放伫订房单，才算是问题。就我很傻眼啊，为什么你要保留我的资料？消保官认为，阿国大家 Booking 虽然是关系企业，但过无应该互通客户资料。饭店业者一错误，唔来显示来讲有问题，嘛触犯个资法的义务。那他这边的这个利用可能已经超过当初授权的范围了啦，违反那个个资法的28条、29条。被公务机关触犯这种问题的话，消费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了。损害赔偿的话，如果没办法定金额的话，就用500块来算嘛。饭店会室内表示已经申请取消授权，也检讨内部相关处理流程。消保官表示，消费者会当向主管机关检举申诉。另外，做因为街路造成的相关损害，嘛会当透过诉讼向业者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
新外的消息，中油阁宣布讲，因为国际油价继续咧起，佮加上营运费咧调整，对翻点过汽油每日拢要起6角，柴油的起5角，其中95的就要起到32块6。这已经是国内汽油连续6礼拜拢起价，已经起2块3。下晡真侪加油站都出现车潮，要赶即起价进程，紧加好甜。酒加满，油表从零开始。酒加满，油表从零开始。酒吧加满，油表从零开始。礼拜中昼公布油价了后，台北内湖加油站下晡2点外就开始出现真侪民众出加油，大家拢甲油箱加到满，因为对则是0点开始，汽油每公升起6角，柴油起5角。只要一听到油价涨了，一些司机大哥都会赶快说啊，能少花一点是一点啦。原油价格就在涨，所以要涨那也没办法，对啊，我就是得用。油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现在什么都涨，薪水假如一直没有涨的话，物价一直涨，当然是对我们也是很不好啊。民众赶紧来加油，就是想要省一点仔钱，尤其是对游览车也是台湾客运车的司机来讲，油钱是会使省就尽量省。观察国内油价波动，对7月初10开始起，当时汽油起3角，了后开始每礼拜拢起，一直到即摆汽油计价更加是一个啊，每公升起6角。以发油量上大的95无盐汽油来看，每公升计价来到32块6。对国内汽油对7月初10开始总价到即阵已经起2块3，是一年4个月以来上多。台湾中油讲，即摆起价除了国际油价起价，也包含加油站营运费。人力的基本工资每年都调升，加油站有一些设备，它本身的折旧的维护啊之类的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费用，这些整体考虑，所以在这个礼拜是有配合整个油价调整的时候，就有做一个反应。8月、9月如果国际的能源价格都还是处在高点，好，那新台币还是维持弱势。那我们的那个 CPI 年增率超过2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学者认为，这波物价起价是有短期现象，有价第4季也是明年物价开始回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应该袂伤大。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即马伫咧学校，毋若有咧上本土语，囡仔嘛会使参加营队来学台语。亲像今年6月，台南市文化局就办一个讲台语又古迹的活动，望透过导览拍通关游戏，互囡仔浸伫咧全台语的环境当中，来学讲咱的母语。好，来。我领头家孙的出头望领位。大家排队过关，要挑战老台语讲俗间的关卡，无论大人囡仔拢真拼势，甲因今仔日所学的全部展现出来。迄段期间有10个家庭来参加讲台语又古迹的营队活动，透过导览过关甲探索游戏，主办单位打造全台语的学习环境，互亲子哪算哪学习。祝贺生祝出笔，我喜欢生，我们要替熊还有找那些东西，连自己家长自己都其实都会稍微台语都变得很弱，觉得这种台语的相关的那种活动，其实我都觉得还蛮有趣。足活泼的，各有人念的规批的吼，表示讲咱家长吼真重视在囡仔台语的教育。为了要让台语教育向下振进，台南市文化局向文化部申请经费，甲文化教育甲古迹观光的元素结合做伙办营队，除了互因联捌府城古迹的历史，另外台南庙宇数量是全台上济，其中好爷皇宫是囡仔的守护神。活动嘛带亲子走找无共庙宇的好爷特色。台语这件代志，甲咱的生活，甲咱的习惯。包括甲咱的宗教拢总结合做伙，制作足侪机会，互囡仔有时间，嘛甲大人有机会，拢会互相去讲台语。文化局指出，迄段期间真侪公私立单位拢会办各种营队，毋过甲只有推广全台语的营队，只届办5梯次，大家反应拢真好，因打算未来会继续规划相关活动。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写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
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高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稍等的，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我是志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